主啊，遮个上帝中间无一个会比得你，你的所做也无通比拼。主啊，你所做的万邦，讲要来拍摆伫你的面前，因也要荣光你的名，因为你最大，搁行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大家平安，欢喜，做伙来敬拜上帝。咱请起立来唱俄罗的歌，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现在，现在，现在，专念大主宰，咱的罪下救光，我落主耶和华。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啥济，咱做伙同心来向咱的上帝祈祷。圣哉，圣哉，圣哉！至尊、至权、至大的上帝，全能、全知、全智的上帝，你是时间的主、空间的主、历史的主。你有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你搁特别分一口气，互人类得到活命。主啊，你想出空气，互会当喘气；想出土地甲水，互咱徛起；你想出太阳，互阮温暖、工作、打拼；你互阮想出月亮，互阮暗时会当休困。主啊，阮是你创造的，阮的五脏六腑，拢是你设计。你搁伫阮母胎时阵已经捌阮，你也照你的时间，互阮出来母胎。主耶稣，阮一切拢是所属，阮感谢你，用一切荣光、恶乐献互你。主啊，阮一礼拜中间检查有意无意，检查阮得罪你的所在，阮常常无照你的旨意来行，互你伤心。主耶稣，求你的圣神一时
来赦免暗藏阮的罪过，互阮才着信心，透过耶稣基督好胆来亲近上帝。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甲你的怜悯。主耶稣，由你的名来设立的双年长老教会已经100年。主耶稣，真侪属灵的前辈骹脚中，阮一步一步往前行。主啊，但是以你的名设立的教会，来用你的旨意做阮行唯一的目标，甲唯一阮的尊称。主耶稣，阮知影，求你来带领，因为阮知影，咱厝体毋是亚花所起造，起造的人，就白白着磨。若是城门，请门毋是亚花所固守，固守的人，就着警醒。主啊，求你怜悯阮。主啊，阮知影最近台湾真侪天气变化，南部风雨大，道路破坏。主啊，有真侪人失去伊的财产。主啊，说阮心内真艰苦。主啊，阮也是想要安怎帮赞，但是阮也知影，阮来靠你，因为人的帮赞就是一时。主啊，阮每一个人，阮有心灵，阮有打扫的所在，阮有打扫的旷野，但是阮知影，无管风雨遐尼大，旷野遐尼阔，但是有你的同在。阮就无摇喘，有你的同行，阮就无孤单；有你相做伴，阮就袂畏寒。主啊，阮一生要教主三结连，主阮遮，只有你是阮一切的标准。主啊，说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伊讲，伫乌斯王死的迄年，伊看到拉撒河有伫阮主悬悬坐伊的宝座，伊的衫盖满全圣殿。主啊，说有撒拉河来服侍伊。主啊，说伊撒拉河咧飞的时阵，伊讲现在，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主啊，这圣殿是你的，求你甲中间，愿你感动以赛亚的灵，今日加倍感动上帝的上帝姊妹。主啊，阮踮遮，就高举你的圣名，一切就以上帝的名为准，用你的名要高举。主啊，阮感谢你，主阮实在是祈祷，阮实在无够业，阮才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我能听你的话，用你的名写，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强，你的旨意，我的心来我，向我的国，请我也下面国外的人，我的口岸立起，叫我脱离了爱，愿国万永远更拢是主，代代国际，阿门。咱做伙来启言，启言文第20篇，伫圣诗后壁第30页。启文20篇，伫圣诗后壁30页。我来启，请兄姊妹来念。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当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在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因为日邦的上帝拢是虚假。
伊个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大族啊，恁着将冠冕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个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一日榜中就讲，世界坚固，袂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苍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了，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以上，咱过来做伙用信息来讹乐咱的上帝，请现在起立。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坐。
即时圣歌队要献诗，来带领咱来学乐上帝。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愿一切水、一切娱乐，拢归予至源的上帝。咱即摆搁来讲读圣经上帝话命的话，有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罗马人书第3章第29节，第二个所在是以弗所书第3章6到13节。
上帝减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伊减毋是外邦人的上帝，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第四的以弗所书第3章第6至13节，这个奥秘是安尼：外邦人通过福音，通甲犹太人平平做继承人，平平属一个身体，甲基督耶稣结连平平享承受上帝应允，对上帝特别的恩赐，通过伊大能力的运行，我正做福音的车用。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是第一美事。伊既然赐我恩典，通将耶基督算为了丰富的福音传予外邦人，通予所有人明白上帝安怎实现伊的奥秘。创造万有的上帝，伫过去的世代有将这个奥秘隐密起来，是要伫现今的时代，通过教会，互天界统领者、权力者，拢通明白上帝达款的智慧。上帝安尼做，是根据伊永远的旨意。这旨意已经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实现了。甲基督结连，通过对伊的信心，咱通充满信心，好胆就近上帝。所以，请恁毋免因为我为着恁受苦来艰苦心，其实这是恁的光荣。以上，上帝祝福听伊话过行的人。今日中间讲解信息的是广福牧师，伊的讲题是咱的上帝。咱的上帝，敬听的创牧师、立位牧长、立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带，互我有机会当来到咱双连教会来分享上帝话命的话。过去伫咱双连教会对伫阮伫缅甸宣教的支持，其实是互阮非常的感动。伫即个月份，我也其实走咱双连教会真侪小组去分享，对大家的接纳甲奉献，实在是非常的感动。伫分享的大声，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你呼召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来学乐，也要来听主你话命的话。愿主你圣神伫阮的中间。做工帮助阮来活出荣耀、见证主你水的性命。阮安尼共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伫去年11月份的时阵，伫阮缅甸发生一个真大的代志，就是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来访问缅甸。迄当阵也发生一件真重要的国际代志，就是伫缅甸有发生这个罗兴亚人的难民的问题，因为罗兴亚人是较侪拢是这个穆斯林的群体，就内底有一寡好战分子，伊就放炸弹，放伫缅甸政府因的警察局内底，就爆炸，所以缅甸的政府的佛教徒的这个缅族就开始对伫罗兴亚人难民开始进行镇压。所以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侪人的反感了，就看到这个翁山书记的政府，敢若无法度提出一个真好的解决的方法，就问咱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就问伊讲：，请问你敢有一个会当互人伫苦难中找到望的一个信仰的答案？迄当阵教宗面对侪媒体，伊敢若简单讲一句话，伊讲。有信仰的人相信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天父上帝。意思是讲，咱应该爱看其他的人做咱的兄弟姊妹。伊讲了就离开啊。其实真侪人拢毋知伊咧讲啥，伊就继续前往伊的孟加拉的行程。伊伫孟加拉的时阵开始接待侪遐个难民，
而且替因祈祷的时阵，佫流目屎。侪事件拢看到即个教宗，其实伊是用真侪疼心咧看待每一个伊所接纳的兄弟姊妹。所以，伫2017年的时阵，美国的《时代》杂志就选入伊做是即个风云人物，而且称伊做是人民的教宗。即个教宗其实伊真特别，因为伊甲过去的教宗其实无啥共款。因为过去的教宗拢是读即个神学硕士吼，敢若伊真特别，伊是读即个化学，所以伊摕到即个硕士是化学硕士。啊，伊少年的时阵捌做过修为啊，而且是即个夜店的保全人员吼，啊嘛做过即个化学技师，甲即个文学的教师。咱看下一张投影片吼，咱看到讲即个天主教的教宗，伊真特别的是，伊讲咱的教会其实是应该爱甲基层的人徛做伙的，而且为什么伊要选择方济各？就是咱拢知影的即个圣法兰西斯，诚做伊的称号。原因是伊讲，伊望要效法即个圣人的典范，就是甲送香的人、甲基层的人徛做伙。咱的教会才会当真真正正知影咱人民的需要是啥物。所以看到即个教宗，伊行入去街仔头内底，甚至是伊入去监狱内底。去遐无共款族群的人替因洗脚，为着因祈祷，甚至伊去揽遐个破病真严重的信徒的时阵，伊流落伊的目屎。伊讲：我甘愿咱的教会是一个变垃圾的，是一个受伤的教会，因为这代表咱的教会是真真正正行伫咧街仔头，甲基层做伙的教会，毋是自我限制，也毋是就踮伫咧咱自我安全真溃烂的所在。我认为天主教的教宗伊甲缅甸罗兴亚人这个问题，就藏伫咧咱的教会内底。意思是讲，咱毋通看做穆斯林的问题，或者是缅甸佛教徒缅族的问题，讲迄是因的问题。其实迄嘛是咱的问题，因为只有咱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会看其他的人，也会称呼其他的人做兄弟姊妹，敢毋是咧？所以伊讲，这其实是咱教会的问题。总是来兄弟，今仔日咱思考一个问题，咱看后一张 PPT。伫即个世界的文化，伫即个世界的历史内底，咱要信仰同一个上帝，这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敢毋是？因为过去无共款的族群、语言、文化、宗教，已经伫历史顶面发生侪的战争冲突，就亲像这张图片内底的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共款。伊讲，伫美国，我有一个梦，这个梦是望黑人的囡仔甲白人的囡仔会当做伙佚佗，做伙大汉。这个梦是望咱的教会，莫阁分什么黑人的教会、白人的教会啊。总是伫迄当阵发生了侪的冲突，甲打。虽望咱看黑人甲白人的问题，其实是因无共款的族群。总是咱看1994年伫非洲卢安达事件嘛是共款，共款拢是非洲的人，族群无共款尔，互相因为冲突烧杀，死100万人。各位兄弟，敢真正有可能咱的世界会当看其他人做咱的兄弟姊妹吗？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罗马人书第3章29节，是上帝独独是犹太人的上帝吗？兼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是，也是外邦人的上帝。这句话是保罗对伫犹太人所讲的。为什么保罗要安尼讲呢？因为当时犹太人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敢若一位，敢若一个，总是这个敢若一个的上帝，就是阮犹太人的，毋是恁外邦人的。保罗讲，毋是哦。若你讲上帝敢若一个尔，安尼上帝应该是犹太人的，嘛应该是外邦人的上帝。若无者，外邦人就无上帝啊。所以上帝毋是恁的上帝啊，
上帝是咱的上帝。对于这款的信仰来讲，弟兄兄弟，咱想，若是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嘛是美国黑人的、美国白人的，嘛是中国人的，嘛是台湾人的，嘛是缅甸人的，嘛是非洲人的，是全世界的人的上帝。总是问题就出伫咧，毋是所有的人拢认捌上帝，也毋是所有的人拢接受上帝、军队上帝。所以，传福音，互人认捌上帝的责任，敢毋是就是放伫咱的身躯顶，会当透过咱的性命，甲更较侪人来分享讲，咱有一位上帝。而且，当咱相信共一位上帝，真正认捌伊的时阵，咱会当知影，对伫上帝的眼光内底看起来，咱每一个人拢是共款的，无论咱的皮肤是啥物款的色。伫上帝的眼中，咱一开始拢是有罪的人啊。罗马人书第3章第9节10节讲，阮已经证明犹太人甲希利尼人拢伫罪恶内底，拢无义人，参一个也无。23节甲咱讲，因为世间人已经犯罪，上帝的荣光得无到，但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得到称作义。这是上帝的恩典，伫咱每一个人内底，伫上帝的眼中内底，咱每一个人拢无差别。今仔日，咱有一个愿望，就是伫22节，上帝的义甲咱讲，上帝的义伫因为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内底，相信福音的人，会当得到救赎。总是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每一个人拢是被动。无气力是不配的。弟兄姊妹，伫圣经内底甲咱讲，咱每一个人，但因为受到上帝的恩典，咱是被动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咱是无气力的，就白白得到称作义，咱是袂堪得的。这就是罗马人书内底所强调对神来称作义的福音。排除咱所有人一切的夸口、自我、骄傲的心态。咱有共一位上帝，咱的灵魂来当摕出来称重量，咱会看到咱的灵魂是同款重要。总是今仔日咱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伫咱的心内，咱敢真正认为讲，咱厝内底的人灵魂得到救，甲外口的人灵魂得到救同款重要吗？台湾人的灵魂得到救，甲中国人的灵魂得到救，非洲的人、缅甸的人灵魂得到救，同款重要吗？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有一个老师，伊甲阮讲，伊讲真简单，你看卖咱的教会，看卖咱的中会，看卖咱的总会的年度预算，你就知影。因为当咱甲钱开伫倒位时阵，咱就认为迄个所在较重要。因为马太福音第6章第21节甲咱讲，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也伫倒落。到底咱每一年开偌济钱伫还未信耶稣的人身躯顶？伫咱的社区，伫台湾，伫台东，伫花莲，伫送乡的所在，也是伫国外侪未捌听到福音的所在，咱敢有看因做咱的兄弟姊妹？弟兄兄弟，这个世界还佫有将近20亿个人毋捌听过福音。若无人去传，因要安怎会信？咱看因做咱的兄弟姊妹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用更较多的心思意念，放伫因的身躯顶，替因祈祷，来盼望因有一天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毋是会当伫因枵饿的时阵，咱互因食；伫因喙焦的时阵，咱互因啉；伫因破病的时阵，咱去看因；当因无衫通穿的时阵，咱互因穿；当伊伫关伫咧家里的时阵，咱去看因咧。对不对？这是咱的信仰，是会当实践的信仰。伫以弗所书内底讲，即个敢若奥妙共款的信仰，
其实真简单啊，就是这个奥妙伫外邦人的咧，透过耶稣基督，借着福音当做后事，当做一个身体，要当受应允。伊讲，只要咱会当看彼此做兄弟姊妹，结连伫耶稣基督，拢会当得到所应允的新的活命。总是有一点，就是爱透过咱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跟对耶稣的人，用咱的性命来报用的。爱要报用福音的人，爱有两款的特质，就是保罗伫以弗所书讲的，即款的人爱有两款的特质。第一个就是爱要做福音的执事，就是采用。至微细的代志，有着福音的缘故，咱拢甘愿来做，为着要救更较侪的人。第二个特质就是爱照上帝所赏赐的恩赐来发挥恩赐。咱拢知影，以弗所较早是一个外邦人甲异教徒侪的所在。保罗受到差遣，因传福音，要互因明白救恩有一个真重要的核心的观念，就是要甲因讲，其实我甲恁拢共款啊，我无比恁更较好，总是要甲恁分享有一个同伴的关系，就是伫3章第6节内底，应该要有同伴这个字，翻译做是做后事的同伴，做肢体的同伴。做应允的同伴，意思是甲咱讲，伫较早旧约，互犹太人所有应允的产业，当也要互咱所有的外邦人做伙来承受这个产业。做肢体的同伴，意思是甲咱讲，咱已经真做一个身体啊，咱袂当分开，血甲肉袂当三分离，而且伫咱的身体内底，伫咱的身躯内底，较无体面的。咱就甲伊装塌，互伊更较体面，表示讲咱疼惜即个肢体。最后会当享受一个应允，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透过圣神的感动，互咱每一个人享受新的生命，做伙来承受一个新的国度。最后，上帝就是透过咱的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恢复这个世界的合一甲和平。伫1813年的时阵，第一个前往缅甸宣教的美国的宣教师，伊的名叫做耶德逊。伊是一个美国人，当伊坐船2-3个月到伫缅甸的时阵，迄个时阵的缅甸是参一个基督徒拢无，参一间教会嘛无。伊用伊一世人的时间伫遐服侍上帝。伊上界重要的贡献就是伊甲英文的圣经再来缅甸，甲伊翻译做是缅文的圣经，互所有的缅甸的人拢会当透过即个缅甸的圣经来明白咱的上帝。总是即个过程中间，伊非常的艰苦。伊死2个某，毋是共时阵啦吼，是伊先娶一个某。死去，还佫带一个，吼！伫这过程中间，伊死5个囝。伫英缅战争的时阵，伊互人当作是间谍，怎啊掠去关，骹撩手铐。遐守卫为着要甲伊折磨，就甲伊的头伫下骹甲伊倒吊起来，甲伊刺网啊！弟兄姊妹，今仔日若外准讲你是迄个美国人耶德逊，你心内敢会想讲？遐尔艰苦，无卖做啊！我倒来去美国嘛，是会使牧会啊，敢毋是？是着为怎样留伫即个所在受即个痛苦咧？到伫死的时阵，总共有7000个基督徒，有63间的教会伫缅甸。因为这耶德逊无转去，我相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伊羡慕一个更较水的故乡，就是伫天里的。所以上帝称作是伊的上帝，无掠伊做见笑，因为已经替因备办一个城。保罗也伫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讲：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伫基督耶稣互关的，搁伫13节讲：无你为着我，为着因为恁来所受的患难，
来累积。保罗常常安尼讲的原因，是讲我已经毋是过去的扫罗啊，当我活咧，是因为耶稣基督伫我内底活咧，真做互我有服侍机会，真做使徒的保罗。所以伊常常讲，我是因为耶稣基督做这，我是因为耶稣基督做迄。总是今仔日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受艰苦的时阵，毋通因为安尼就互所有的信徒来累积。伊讲，这是咱的荣光，因为敢若通过疼甲受苦这一条路，才会当互咱的福音广传出去。我相信咱的信仰毋是锦上添花的信仰，咱的信仰是雪中送炭的信仰，只有通过疼甲受苦，才会当显出咱真真正正，毋是甲福音放伫咧咱的嘴上讲的尔，是用咱的性命陪伴一个性命，行过死荫的山谷。伫旧年，我的太太、甲我的妈妈、甲我的大汉后生开始破病，发烧袂退，大汉后生吐。落屎，禁食3天了后，大汉后生已经好起来啊。伊当阵才5岁外尔，所以伊就开始去斗洗碗，摒厝内，互我会当照顾我的上细汉的囝1岁，甲我的妈妈，甲我的太太。了后，台湾的药啊拢食了，缅甸的药啊嘛食了无效，啊去看因的大病院是公立的大病院哦，去看了嘛拢无效，前后差不多10天的时间。病愈来愈严重，了后就有兄弟姊妹建议讲，无安尼啦，恁换一间私人的诊所，只要恁提前办理，就是寒钱去啊吼，会当受到更较好的医疗的待遇安尼。真正的，遐医生非常的厉害。当我去看了后，这个私人诊所医生就马上 VIP 替阮安排。减血，我的妈妈得到的是一般的登革热，啊，我的太太所得到的是出血型的登革热。那叫神佑医师，伊当阵真紧张哦，伊就替阮检查，伊讲伫用 LINE 啦，伊人无来啦吼，用 LINE 线上问诊，吼，啊，阮传这个相片互伊看，讲哇，了后就开始骂介病医吼，啊，病医安尼开始检查，伊讲，这真严重吼，出血型登革热有50%的机会会死呢。恁敢有要考虑转来台湾看医生？迄当阵我就祈祷讲，伫即个艰苦的时阵，虽然我无多做啥物，总是有缘要甲缅甸的兄弟姊妹送到伫地。因为当咱伫迄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因嘛咧看咱的信仰，因嘛咧看咱的福音，到底咱是用嘴讲的，也是咱真真正正用咱的性命。甲因送到伫地，而且，阮祈祷了心内有平安。阮认为，阮的性命就是阮会当奉献上界水的礼物，敢毋是咧？这也是咱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就是通过疼甲受苦，奠根伫本地，连同所有的子民来报用咱的福音。因为兄弟，阮伫缅甸已经5冬外的时间啊，过去这5冬。5年的时间，我拢伫北部缅甸华人的所在，伫遐咧服侍。总是伫今年7月17开始以后，阮就会出发去到一个完全新的所在。我要用2年的时间来学习缅甸话，用缅语来含更较侪还未得到福音的缅族的人来分享上帝的听。这也是为虾米阮会改换名，也用 PPT 用马赛克的原因，是因为伫迄个所在传福音真敏感，有侪人无爱咱伫遐做福音的事工，甲呾伫遐还有侪福音的事工是真低调秘密进行的，所以请大家谅解，阮无法度用真正的名，还是讲用即个 PPT 无法度放阮兜的相片伫即个顶面。总是毋望大家有缘替阮祈祷，因为侪人讲，你要用2冬的时间。甲即个亲像视力检查表，即个语言学会晓吼，其实是根本就无可能的啦吼。
因为非常的歹念，非常的歹读，总是阮相信，伫上帝内底，凡事拢有可能。所以，请大家替阮祈祷，就是互阮有语言的恩赐，互我甲阮的太太拢有语言的恩赐，互阮的囡仔伫迄个所在学校，也是共款要用学即个缅甸话、英文的学校，互伊会当适应。阮真感谢上帝，因为过去这一路上，其实上帝恩典拢教也阮用。有一天，阮去做礼拜时阵，就是去即个耶德逊宣教士所设立的教会伫遐做礼拜。这个教会真特别，伊是用缅甸话、用缅语做讲道，总是有侪侪的少数族群的敬拜的分堂伫遐咧做礼拜。阮就选择其中一个族群叫做傈僳族，伫迄个中间做礼拜。迄当阵，因开始唱因的傈僳族，用因的母语来唱因的诗歌的时阵，我非常的感动。我讲哇，这条诗歌哪会遮尔啊水？我真想要知影这条诗歌叫什么名，因为我完全听无，我完全毋知伊咧唱啥。总是我非常的感动，我就问我边仔的翻译讲：“你当甲我讲，这条歌叫什么歌名无？”伊讲这条歌的歌名叫做《咱的上帝》。你有影这？伫缅甸有135个无共款的族群，要信仰同一个上帝，要用无共款的语言、文化来认捌咱的上帝。伫过去200多年以前，咱讲无可能，总是伫今仔日，咱看到上帝的溃烂，上帝活命的话，圣神奇妙的作为，就透过宣教士的血甲性命，伫迄个所在将福音讲传。我非常的感动。伫迄个礼拜中间，我确信上帝的确呼召阮继续伫缅甸来传扬福音。伫未来，阮掠10天的时间，毋是10天，10天的时间，要伫迄个所在开拓教会。有人讲这无可能，因为这非常的困难，这是一件真大的事。总是我相信，若是对上帝来呼召、异象甲使命。一定会兴起咱台湾的教会，成做阮的帮助甲支持。伫缅甸欠缺的所在，亲像这种毒品共款，伫福音打蛇无水的所在，咱犹原要伫迄个所在来亚正，咱犹原要伫迄个所在继续来灌压。最后，咱祈祷、望、相信，互伊成长的上帝，会搁一摆，互咱伫迄个所在做伙来学乐敬拜咱的上帝。咱上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你是全人类的上帝。早前你透过你忠心的奴仆宣教士的血甲性命，将福音传到伫阮的台湾。当阮看到阮台湾侪侪教会是有福气的教会，是承接使命的教会，主。我望，我要将福音来讲传，无论伫阮台湾的逐角落，也是伫世界的逐角落，主，阮拢要承接对你遐来的异象甲使命。虽望伫众人看起来是无可能，是真大佮困难的代志，总是主，阮相信伫你的内底，凡事拢有可能。主，愿主你圣神的开力伫阮中间引带做工。帮助阮每一个人来活出水的见证，来报扬福音，来荣耀主你的圣名。阮伫你面前共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罪名来求，阿门。讲传牧师是用伊的生命来服侍咱的上帝，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甲有一个接触吼，所以我讲一句话吼。我本来是咧花莲门诺医院，我感觉我山地医疗2天1夜，3天2夜，已经足辛苦吼。伊住在山顶，你困食看病所拢共所在，还有足侪虫伫遐吼。但是我袂当想象就是讲，
但我个人坐遐做的时就 OK 啦。但是，若是要带我的老母，9岁，9岁是咱台湾人是9岁是做高龄或者老年人吼，咱台湾已经超14%啦。啊，要带我细囝1岁、6岁，1岁以下叫做新生儿，迄是足侪破病的时阵吼。我实在毋知影我有即个勇气无。但是咱看到广传牧师，互咱一个真大的教示，一大的模范吼。伊的脚者是啊，咱都爱甲啊，求上帝特别的怜悯，咱爱特别支持。咱过来啊，即个圣诗吼，咱唱圣诗来学咱的上帝啊。圣诗第462首，咱现在要请起立。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哦，表扬你的记，无人捌做互人栽种，稳定明明之时，无人捌做这。星星来互相应，上帝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活命的话，带咱直到永远。求主耶稣真理的话，奥妙遐他激情，遍传天的予我反悔，正做天顶国民。我那地就做。星星我着怜悯，上帝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活命的话，带咱直到永远。听得我有音的声，万民欢喜来呼，圣经上头真听声，信心永我的主，写做平安万事。永更活命路，上帝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活命的话，带咱直到永远。姊妹，请坐，请蔡牧师来特别报告。咱今日真感谢广福牧师来甲咱分享有关宣教的事。
咱等下要奉献。咱即摆伫周报中间有业一个奉献地吼，即个是特别为着咱教会宣告事工来奉献。咱教会无论伫暑期，无论伫国内国外，咱拢有一寡同工会出去做宣告的事工。这是为着咱教会的宣告事工奉献。但是如果你若感觉拄则广福牧师分享的缅甸宣教诶事工，也是讲即个咱知影基督精兵协会有一寡即个宣告的事工。如果咱若要支持的伫外面有一个即个白色的即个奉献地，伫外口招待道的所在，咱会当使用这来为着因来奉献这是牧师会特别说明咱即个时阵当心来奉献。若是要卖留名卡的新朋友，请填写。座位前有留名卡，互阮有机会来认捌你。奉献是咱基督徒的特权，上帝赏赐予咱有份这个工作，咱是咱的福分。但是咱若无方便，请你免奉献，因为上帝是看咱内心赢过一切。请大家起立，咱来做奉献的祈祷。万凡事拢是主所赏赐，阮将你所赏赐的奉献予你，做圣工用，求上帝接纳，上帝怜悯，阮帮助阮，搁进一步用阮生命来服侍你。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免。谢谢。
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请台掀开到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本会锁定宣教主日，特别呼吁社者做伙关心教会宣教事工甲奉献。阮特别邀请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广福牧师，在咱本会第1、第2、第3场正道甲事工分享，愿上帝特别祝福牧师甲学会宣教事工。第2，双联社福福基金会消息，第3届新庄区关怀志工训练，本主日中昼12点至下昼2点半，请训练会兄弟爱准时出席。第5页，基督会消息，全教会基督会有3个种的场次。第1种就是每拜1甲拜5早起7点至8点；第2种场次是每礼拜5早起10点30分到11点50；第3种场次是每主日上午8点到8点45。祈祷是唯一会当摇动上帝手的工作。第4点，总备委员会消息，洗礼造就班对本主日开始到7月29号，每主日早起9点至10点，且有报名兄弟一定来参加。以上简单报告，其他事工请兄弟来参考周报。这时，我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友带导。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1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若无，牧师特别甲大家补充报告吼。咱今仔日真感谢广福牧师来甲咱做伙分享伫国外宣教的一寡事工。咱后礼拜咱也有一个车恳祝福的即个礼拜伫咱的教会吼，咱特别要伫有一寡海外宣教甲国内的宣教的一寡一寡咱的兄弟姊妹，咱有一个车恳的即个祝福吼，所以咱会当继续为着咱教会国内外宣教的即个事工来代祷。咱上时也特别为着基督精兵协会因所做的即个事工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你的圣殿聚集，领受你的话。恳求主，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互阮明白宣教的重要性，互阮会当无论伫打乐，用阮的性命为你做见证，做美好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名，也互真侪人得到祝福。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基督精兵协会因所做的事工，互因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会当得到主的帮助，顺利来推展出去，互搁较侪所在的人领受你的福音，也透过安尼来得到拯救。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上时也将少年教会国内外的宣教的事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接受你所互阮的大使命，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也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保守，加添气力，互阮得到复原的力量，也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伫出去了后，也当真真正正用阮的性命做见证。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无需要补充报告吼。等下若有礼拜煞，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姊妹，会当留落来吼。咱伫头前的所在，咱会同工会为大家祝福吼。上迎圣诗509首，请兄弟姊妹起立。阿乐天父，万福本源；阿乐天父，万福本源。因煞，请罗牧师来祝祷。
阿乐天白万福本愿观念因我交转，阿乐耶稣向我罪犯，罪我中保障你万关，阿乐信心感化罪因，救赎连连还会日新。阿乐先辈先家相信，转为一体即相即尽。愿天父上帝听从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感动，甲咱正下这三个基地，对直接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玉岛谢阮强受差遣。